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佛光山的新婚大师烧化圆满。佛光山嘛来公布相片，讲新婚大师烧出着超过20粒的舍利子。所以这个舍利子到底是安怎形成的，嘛再度互大家真讨论。新光病院的院长嘛是骨科的权威欧胜茂医师来认为，退化性关节炎的病患，因的关节一般来讲拢有坚固的圆球体。这院长的推测，舍利子是骨刺落落了后，一直磨圆所造成的。问题是，新婚大师医疗团的医师吴建兴讲，这新婚大师并无相关的病史，所以应该甲组织的钙化无关系。讲这个舍利子的形成，还佫需要科学的辩证。佛教讲，有德行的高僧才有舍利子，是一种美好的解释。高雄佛光山新闻大师5号过往，14号火葬了后，佛光山公布相片，烧出超过20粒的舍利子。根据佛光山公布相片内底，新婚大师的舍利子大大细细，色水无共款。共同点就是伊的逐粒拢圆，阁真金滚。不过舍利子到底是啥？大家拢伫咧摇，这可能是药剂个招，或者是因为新婚大师因火葬的大仙时火化炉温度无共款。到新婚大师医疗团成员高雄中嘉病院药剂科医师吴建兴安尼讲，大师并没有结石的问题。医疗上有时候会用雷射或举高温去处置身上的一些结石，那这些温度其实都比我们在火化时候的温度还要低，所以应该这些结石在火化的过程中，在那么高温的情况下，应该是会被气化的。新闻大师无痛风或者是结石的问题，医师认为就算体内有结石，高温烧过卖化掉。骨科医师成功病院院长侯胜茂是分享，退化性关节炎患者的关节，嘛常在咱看到这圆圆物件，推测可能是骨刺落落脚头关节中一直磨才安尼。台安病院骨科医师罗永定嘛证实，在咧手术内底确实有真侪患者关节的所在，看过这种圆，亲像珠仔的物件。关节软骨表面在剥离的时候，它会在关节里面形成一个发炎的反应，包覆着那些剥落的软骨，形成一个像是类似圆形的一些构造，可能要到正圆很光滑。是会有一点比较少见。培养医疗经验，医师证实骨刺挖苦啊，卖亲像这种物件，也毋过真哈哩看。那舍利子是安怎形成的？还个听候科学的验证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